咁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啦，銀行為咗去吸引新客去開戶存款，佢提供咗一啲定期存款優惠利率呢，就俾啲新客嘅。咁呢個利率呢，一般都會比現有嘅客戶呢係高啲，甚至呢亦都可能有一啲嘅迎新獎賞嘅。咁如果你本身已經係嗰間銀行嘅銀行客戶啦，就只可以用合資格新資金去做定期，去享用銀行嘅優惠利率。每間銀行對合資格新資金嘅定義其實都係有啲唔同嘅。咁我攞其中兩間大銀行做個例子啦。咁其中一間嘅定義就係咁樣寫：合資格新資金係指你最新存款結餘與7日之前總結餘對比所增加嘅金額。你名下所有嘅戶口嘅存款結餘都會係被計算在內嘅，以港幣為呢個計算單位。咁另一間呢，就係寫合資格新資金結餘係指客戶嘅即時存款總值與上個月月底同一貨幣存款總值對比所增加嘅金額，扣減返當月內同一貨幣已經享用所有新資金優惠嘅定期累積本金金額。嗱，唔同銀行就有唔同嘅玩法嘅，所以自己咧就要留意返。最簡單嘅其實就係比較緊你7日之前或者上個月底嘅結餘。假如你之前係有10萬蚊，今日就存入5萬蚊，咁嗰5萬蚊呢，就係所謂嘅合資格新資金啦，就可以用呢個新資金去享用較高嘅優惠利率。咁你都會話邊有咁多新資金啊？但我又想用到高啲嘅利率喎，咁可以有咩策略呢？好簡單，最基本要求就係你要有2間銀行嘅戶口，而呢啲錢全部預計一段時間都可以唔使用嘅。假設你喺 A 銀行有20萬，B 銀行你又有20萬，2間銀行嘅1年定期存款嘅合資格新資金優惠利率都係3%，而 A 銀行新資金就係比較7日之前，B 銀行呢就係比較上個月月底嘅結餘。感覺上應該係 A 銀行嘅操作呢係較容易嘅，咁你就可以先將 A 銀行嘅20萬轉去 B 銀行。如果2間銀行唔係關聯銀行嘅話呢，咁你唔可以直接做轉帳啦，因為佢會收你手續費嘅。咁你就要用呢個轉數快啦，或者用呢個支票形式呢，就過錢落去。嗱，咁 B 銀行而家就總共會有40萬啦，其中20萬係新資金，你就可以將呢20萬呢做一個定期，享用呢個優惠利率。成功之後7日，將 B 銀行剩低嗰20萬轉返去 A 銀行，因為 A 銀行7日之前呢係轉走咗20萬，結餘呢係0。咁而家存入返嘅20萬呢，佢就會比較之下呢，就係一個新嘅資金啦，所以佢就可以享用呢個較高嘅優惠利率。嗱，你醒目嘅都會留意到 B 銀行原本嗰20萬好似冇用盡啲時間喎，好似蝕咗7日嘅利息。嗱，所以最好其實你係直情有第3間嘅銀行戶口，同一日將 A 銀行嘅錢轉咗去 B 銀行做定期嘅時候，做完啦，將 B 銀行原本嘅錢又轉去 C 銀行做個定期，咁就可以用盡晒啲時間啦。不過你都要留意返 C 銀行嘅優惠利率會唔會係低過 A 銀行？如果你係因為想用盡嗰7日嘅時間而去做咗1年較低息嘅定期，有可能呢仲賺得少過你原本個計劃嘅，所以呢就要自己留意返啦。咁一般嘅情況下，越長期嘅定期存款產品呢，應該係有越高嘅利率嘅，因為銀行呢都想 keep 住有錢放喺佢嗰度，咁就俾佢用嚟做投資或者透過去借貸啦就賺錢。但係市場利率呢就係浮動嘅，如果你做咗12個月嘅定期之後呢，中間嗰啲時間銀行利率係不斷咁樣上升，
咁係咪會賺少咗呢？咁應該點樣做先好呢？嗱，我提醒一下大家，我哋永遠呢都係估計唔到將來會發生咩事嘅，包括個利率嘅變動。你如果而家估佢個利率會升，其實佢都有機會會跌嘅喎。咁所以你只可以咧靠翻而家手頭上嘅資料去決定點樣分配你嘅投資。12個月其實都係一個幾長嘅時間，期間嘅利率就應該都會升升跌跌咗好幾次㗎啦。如果你想好穩陣咁去賺取一個較高啊，唔係最高，較高嘅利息嘅話呢，就應該進行一個分散投資，或者我哋叫做平衡投資。簡單啲講，就係唔好將全部嘅雞蛋放喺同一個籃裡面，因為如果你個籃一跌落地嘅話呢，全部雞蛋都會一齊爛晒㗎啦。你都知定期存款其實都分咗好多唔同嘅種類嘅，佢有唔同嘅限期，可以係7日、1個月、3個月、6個月或者係12個月。我建議呢，就係你喺嗰間銀行將你嘅本金適當咁樣分配喺唔同限期嘅定期存款嗰度，選擇唔同嘅定期存款方案，咁就變相可以減低你嘅風險，同時亦都可以幫你攞到一個平衡點。咁樣無論個利率嚟緊係會升或者係跌嘅話呢，你都可以確保有一個唔錯嘅收入。例如一間銀行佢嘅定期存款利率分別就係咁啦，1個月就係1.2厘，3個月就係2厘，6個月就係2.5厘，12個月就係3厘。假設以上嘅利率最低嘅定期存款金額要求呢，就係10萬蚊，而你有50萬，咁我就會建議你咁樣分佈啦。1個月嘅定期其實係4個選擇裡面最低嗰個，咁因為實在低太多啦，咁我就唔會考慮呢個選項。12個月嘅定期就係最高嗰個選擇，咁我就會分配最多嘅資產落去。50萬裡面呢，我就會擺30萬落去。6個月嘅定期咁有第二高啦，有2.5厘，我就會擺10萬蚊落去。3個月嘅定期咁就第三高有2厘，咁我就會擺10萬蚊落去。嗱，喺咁樣嘅分配情況之下呢，如果期間嘅利率不斷上升啦，雖然12個月嘅定期已經係改變唔到啦，但係6個月同埋3個月嘅定期存款呢，就提供咗個彈性俾你。到期拎翻錢之後呢，可以以一個較高嘅利率去做翻個定期，賺翻多少少嘅。如果期間個利率係不斷跌嘅話呢，雖然6個月同埋3個月嘅定期方案到期嘅時候，你只可以以一個較低嘅利率去做翻個定期，但係你12個月嘅定期存款呢，係可以保證到全年都俾到3厘嘅利息嚟，彌補翻你喺12個月內息率下降嘅風險。所以其實呢個係一個保本嘅安排嚟嘅。總括嚟講呢，呢個平衡投資法嘅抗壓力其實係高過單一投資。咁佢係平衡咗12個月裡面銀行加或者減定期存款利息嘅風險嘅，確保個收入一定唔會太低。其實係可以叫做進可攻退可守嘅，非常之適合一般較為保守嘅投資人士。咁有咩方法可以比起做一次定期存款可以賺到更多呢？冇錯啦，就係做多幾次定期啦。如果你已經將你嘅儲蓄做咗定期，而你又係一個有穩定收入嘅打工仔，你每次出糧嘅時候都可以預留一筆錢放落個定期存款嗰度嘅。不過因為好多銀行要求最低嘅定期存款金額呢，都係要有可能1萬蚊啦。咁所以你如果1個月嘅錢係唔夠嘅話，就可能要儲多個月先可以再放落去啦。由於呢啲每個月收入嘅銀碼呢，就比起之前嘅積蓄呢係細啦，咁所以就唔使再做啲咩分散投資啦，簡單直接
揀個最高息嘅方案，咁就可以啦。咁就可以幫你用盡啲時間去加速賺取呢個被動收入。由於我而家主要分享嘅係用唔同嘅方法將你嘅儲蓄去翻倍啦，所以我都唔會花太多時間去用例子去講解啦。咁以上有關定期存款嘅內容，其實我已經上載咗喺自己嘅 YouTube 頻道澤澤希頓嗰度。如果你係想睇翻詳細少少嘅例子解說呢，可以去翻我個 YouTube channel 睇翻定期存款策略嗰啲片。睇完之後記得訂閱我個頻道同埋俾翻個 like 我啦。